何超蓮同竇驍呢對備受關注嘅明星夫婦，自2023年結婚，差唔多3年。作為賭王何鴻燊嘅千金同演藝圈知名演員結合，呢段婚姻一開始就承載咗好多外界嘅關注同猜測。1月16號，兩個人一齊出席某品牌活動，本來係展示夫妻默契嘅好機會，但就因為現場互動嘅細節，引起新一輪輿論熱議。呢場活動唔止成為觀察兩個人感情狀態嘅窗口，更加折射出豪門婚姻裏面難以回避嘅現實問題。活動當日，紅毯兩邊聚集咗好多媒體同粉絲。竇驍先步入會場，着咗套定製西裝，企喺舞台中央等何超蓮。幾分鐘之後，何超蓮着咗件簡約禮服慢慢行過來，目光掃過竇驍嘅時候，冇好似新婚夫婦慣常咁有甜蜜嘅笑意，神情顯得比較淡然。當竇驍主動伸手輕輕扶住何超蓮嘅時候，呢個本來應該好自然嘅親密動作，就因為肢體語言有啲僵硬引起關注。竇驍嘅手勢帶住幾分拘謹，好似係完成某種儀式性動作，而唔係戀人之間嘅自然互動。喺之後嘅合影環節，兩個人一齊企喺度嘅時候，面部表情管理得好嚴格，好少有放鬆嘅笑意。啲咁刻意嘅姿態同大眾預期中恩愛夫妻嘅形象形成咗微妙嘅反差。採訪環節，當主持人問到新春計劃嘅時候，竇驍話希望安排去旅行，然後側頭等何超蓮回應。但何超蓮一直都保持住禮貌性嘅微笑，冇作具體補充。呢種微妙嘅沉默被鏡頭捕捉到之後，迅速成為討論嘅焦點。直到活動結束離場嘅時候，何超蓮先展現出比較鬆弛嘅笑容，兩個人牽手離開嘅畫面先顯出幾分真實嘅溫度。呢段婚姻自曝光之後，就一直有外界嘅質疑聲。竇驍作為演員，雖然有一定知名度，但同賭王家族雄厚嘅背景相比，始終存在明顯嘅差距。當年戀情公開嘅時候，坊間就有攀附豪門嘅議論。為咗回應質疑，竇驍曾經搞咗場盛大嘅婚禮展示誠意，婚禮現場佈置得好奢華，賓客陣容都好強大，處處都彰顯出對呢段關係嘅重視。但婚後嘅現實挑戰，遠唔係一場婚禮可以完全化解嘅。豪門生活嘅規則同門第觀念，對外來者嚟講，通常都意味着有隱形嘅門檻。竇驍婚後確實為咗維繫關係作出努力，曾經推咗好多演藝項目去陪伴老婆。但娛樂圈嘅殘酷規則不容忽視，長時間唔出現，必然會導致資源流失同熱度下降。權衡之下，竇驍選擇逐步回歸工作，通過接拍新戲重建事業基礎。呢種轉變雖然係現實考量，但都不可避免咁減少咗陪伴嘅時間，為婚姻關係帶嚟新嘅考驗。生育問題更加係豪門婚姻裏面無法回避嘅核心議題。賭王家族一向重視人丁興旺，何超蓮嘅同輩姊妹大多都已經成家立室，生咗小朋友。作為家族成員，外界對佢嘅生育進度自然特別關注。3年都冇喜訊嘅現狀，喺豪門語境下好容易引發各種揣測，或者被解讀為享受二人世界，或者被歸因於事業規劃，甚至被聯想為感情生變嘅徵兆。醫學角度雖然覺得3年避孕都冇成功係正常範圍，但喺豪門輿論場裏面，呢種正常通常會被放大解讀。何超蓮每次公開露面，佢嘅着裝同體態都會被細緻分析，試圖從中揾到懷孕嘅跡象。呢種持續嘅關注壓力對女性嚟講，無疑係一種隱性嘅負擔。值得注意嘅係，輿論對呢對夫妻嘅評價一直都存在兩極分化。之前兩個人喺澳洲度假嘅時候被網友偶遇，目擊者描述佢哋互動自然甜蜜，同普通情侶冇咩分別。呢個曾經被視為分辨全民嘅有力反駁。但呢次品牌活動上面嘅生疏感，又引發鏡頭前後表現差異嘅討論。有人覺得公眾場合嘅克制係因為鏡頭壓力，真實狀態應該參考私下相處。亦有人堅持活動現場嘅細節更加能夠反映本質關係。呢種評價分裂印證咗公眾對明星婚姻嘅複雜心態，既渴望睇到真實，
又習慣用碎片化嘅信息拼湊判斷。豪門婚姻嘅本質遠比表面睇到嘅複雜，佢唔只需要情感基礎，更加需要平衡家族利益、社會地位、財產規劃等多重維度。竇驍作為豪門女婿，既要應對外界對佢動機嘅持續審視，又要喺家族體系裏面確立自己嘅位置。何超蓮作為豪門千金，則要喺傳統期待同個人選擇之間揾到平衡點。兩個人能夠維持婚姻到而家，本身已經係對多重壓力嘅回應。輿論場裏面嘅種種猜測，始終都係旁觀者嘅視覺。婚姻就好似飲水，冷暖自己知。那些被放大解讀嘅眼神、動作，或許只係特定時刻嘅自然反應，未必可以定義成段關係嘅質量。對於呢對夫妻嚟講，更加重要嘅係喺聚光燈下面保持清醒嘅認知，既唔好被外界嘅聲音過度干擾，又要直面婚姻裏面嘅現實問題，喺情感聯結同現實考量之間揾到屬於佢哋嘅平衡之道。真正嘅婚姻智慧，體現喺點樣將外界嘅喧囂轉化為經營關係嘅動力，而唔係被其裹挾失去方向。今期嘅內容就到呢度，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